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Simon，係做咗26年嘅澳洲專業移民顧問，數千成功案例。今日就唔係同大家講關於簽證嘅問題，係關於講點樣帶食品入澳洲嘅問題，係乜嘢可以帶，使唔使要申報，同埋乜嘢食品係絕對唔可以帶。咁同大家簡單講下啦。首先就係餅乾啊、麵包啊、蛋糕啊，同埋嗰啲叫做西餅之類係可以帶嘅，但係佢哋你帶入嚟嘅時候係唔使申報，但係芝士棘要申報，牛油要申報。OK， 記住朱古力同埋糖果係直接帶入澳洲係唔使申報。好啦，大家好關心嗰啲咧就係叫做中草藥啦，可唔可以帶藥啊？啲中藥啊，甚至係包括人參啊、藏紅花嗰啲啊、花旗參啊嗰啲啊，嗰啲係可以帶入澳洲，但係有條件，就係要切碎，唔係淨係切片，係要切碎或者磨成粉。OK，同埋必須要申報。OK，咁咧就跟住係魚類咧係要罐頭包裝，即係商業包裝，同埋要去申報嘅。人奶係可以帶，但必須申報。果汁嗰啲軟飲料咧係可以帶，但係要申報。肉類係只有罐頭包裝、專業商業罐頭包裝可以帶，同埋係要申報。咁麵意大利粉啊嗰啲麵都可以帶，即係要攞返嚟淥熟嗰啲就可以帶，但係要申報。跟住咧就係譬如月餅啊嗰啲可唔可以帶咧？月餅裏邊含有肉類嘅或者蛋黃嘅係唔得嘅。好啦，好多人問海鮮可唔可以帶啦？海鮮譬如係江瑤柱啊、蠔豉啊、花膠啊嗰啲，係當呢個情況下即係曬乾嘅。譬如係同報關嗰時講，江瑤柱係曬乾嘅帶子，而且係最好商業包裝，同埋密封，有英文標籤就最好，同埋要申報。咁樣當你如果做足呢啲程序咧，就唔會被罰你錢，同埋入黑名單。要申報嘅一定要申報。最多佢通常會俾你過嘅，如果係合資格嗰啲，最多收咗佢，好過你被罰款。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咁多，下次再詳細同大家講下有乜嘢係唔可以帶，乜嘢可以帶。祝你一個旅途愉快，澳洲玩得開心，拜拜。